4楼是什么？不知道吗？不知道啊，不是你这一栋，你不知道。没有什么，这个是个房租的。你是住在这边的？等一下，你现在那边楼上还没有人？没有。他住哪里啦？那个人是谁？不知道啊。你不知道？你上面到底是谁的啦？是老板的啦。龙华山搬过去了。我们没有住啊。知道，谢谢。看一下其他间。我的班机。证件拿出来。啊，不是说没人，里面是有人。我跟你讲，应该有人，绝对有人。我刚问老板，他说他只有营业1、2楼，然后4楼，我看他那个门，我看他就有点拉不开，我就觉得奇怪，里面有冷气啊。开门。证件 ARC。试管有收到吗？这个是他啊。你看是你朋友吧？生日几月几号3月吧。 3月几号了？这个是他，这个不是啊，这个是不知道谁的相片啊？这谁？啊，这谁？他朋友的啊。他现在是讲说这个是你朋友他，他就是在哪里啊？他朋友。你为什么有他的证件啊？啊，这个他后面才拿要出来的。谎报说他是这个人，他谎报他是这个，啊，他就这个啊。不，他谎报他是这个。哦，啊，这在哪边一起拿到了？他说他放在他钱包里面有2张证件。Ghi tên tiếng Việt đầy đủ họ đầy đủ. 你生日什么时候？ Không cần phải Nguyễn như thế, không cần phải viết dấu. 还有5月。你刚刚说3月，现在说5月。7月，他在乱讲啊。乱报。警方于执行外籍移工治安故意场所临检时，发现店内有移工躲在餐桌下，经查为失联移工，警方依法解送桃园专勤队收容。另发现某餐厅未依规定设置隔板，店内客人用餐未保持距离。员警进行劝导时，发现店家于营业登记范围外设置包厢供客人聚餐，已违反相关营业规定。警方制作临检记录表，移请市府裁处。